話我溫哥地產經紀 Cindy， 家家揾樓Cindy好幫手啊！尋覓理想家，揾樓揾家家。喺列治文 West Canby 嘅心臟地段有一個罕有嘅單位等緊你嚟發現 ，Spark 公寓 Unit 1284033 May Drive 呢一個單位唔單止係東南邊角單位，仲係有超過1000尺實用面積，成個屋苑得3個咁嘅格局，真係買少見少。無論你係家庭買家、專業人士，定係想揾個舒服又方便嘅地方，呢度都啱晒你。一齊入去睇睇，你未來個家有幾咁吸引？呢個大門咧入咗嚟咧，就會行上樓梯咧，或者行一層嘅電梯咧，好短嘅電梯咧就可以上到去咧。我哋呢個 unit 係200。入到單位嘅玄關左手邊咧就係一個洗衣房，右邊咧就係一個特大嘅書房。呢個廳咧足夠大，可以擺放雙人床，適合做客房、書房或者係辦公室嘅。屋主擺放咗 Queen Bed 咧，仲係可以擺埋個書台同埋一個衣櫃嘅，有足夠嘅空間，非常之市正。呢個單位嘅實用面積咧係1015平方尺，2房2廁，仲包埋一個多用途嘅書房，間隔非常之市正，採光十足，住得舒服又實用噶。喺書房隔籬咧就係第一個浴室啦，呢個客廁咧，咁你見到係3件頭嘅浴缸設計，咁啊配置一個星盤啦。咁空間感都好足夠㗎，仲有配置呢一個鏡面嘅藥櫃，收納空間非常之充足。咁咧，我哋望過去咧就係個客，即係個客飯廳同埋廚房啦。而家我哋首先嚟睇下嗰個客廁對面咧，就係呢個主人套房啦。咁我哋一入到嚟咧，就係首先頭先就見到一個係步入式嘅衣櫃啦，但係我哋今日唔打開啦，因為屋主有好多嘢入邊嘅。主人房空間闊落，有特大嘅向東嘅採光窗，向東望出去呢，就係呢一個 May Drive 啦。下邊呢亦都係有好多 street parking 嘅。我哋今日過嚟拍攝呢，陽光非常之充足嘅，見到呢陽光灑滿咗床啊，成個呢個房間嘅整個空間嘅。跟住我哋嚟欣賞下呢一個3件頭嘅浴室啦，包括咗一個獨立嘅企缸，同埋呢一個鏡面藥櫃，半開放式設計，時尚又方便。呢一個係單星盤嘅設計，地面鋪設地磚，方便打理。睇完寢區啦，我哋就準備去睇呢一個生活區啦。呢個家庭咧，俾我嘅感覺咧就係充滿咗人情味啦。3代同堂，室內設計以簡約風為主，全屋鋪設咗實木地板，仲有冷暖空調系統，設計開揚，光猛舒適。最正嘅咧係個有蓋嘅大露台，落雨都可以喺戶外享受生活。廚房用咗波旋嵌入式電器，包括焗爐、5頭煤氣爐、洗碗機、雪櫃，再加埋 Panasonic 微波爐。洗衣乾衣機就係 Boomer 嘅品牌，配上淺色現代櫥櫃，簡約又高級。採用石英台面 Quartz Countertop 同埋呢一塊過嘅淺色嘅防淺牆，非常之時尚又易於打理。雙星盤設計，有足夠嘅空間俾你備餐。廚房、飯廳、客廳佈局分明，型格又實用。櫥櫃收納空間充足。特別提一提咧，廚房呢一個流動工作台 Portable Island 咧，就將會喺交屋嘅時候移除嘅。咁廚房咧就會變得更加闊落噶啦。咁你新個屋主咧就可以根據你自己嘅愛好嗜好咧，可以去重新佈置過呢一個廚房個空間。成個咧生活區咧就係開放式嘅設計。嗱，你而家嚟睇下咧，我呢個屋主咧而家佢就好崇尚呢一個綠化嘅，咁所以咧佢種植咗好多呢大大小小嘅嗰個植物啦、盆栽啦。咁咧我哋今日咧就陽光非常之充足啦。咁你見到我哋呢一個方位咧就係呢個東南方向嘅，咁採光非常之充足啦。咁你見到自然光咧係灑滿咗成間屋嘅。由於客廳向東南，仲有係大窗嘅設計，令到自然光可以自然咁灑入啦。我哋嘗試坐喺梳化呢個位置咧，睇翻去個電視咧，嗰個距離感咧係非常之充足嘅。無論咧係自己喺屋企放鬆睇戲，定係招呼朋友，都一樣咁自在咁舒服㗎。
屋主種植嘅盆栽加埋咧戶外咧嗰個綠化環境咧，令到你真係好心曠神怡嘅感覺㗎。由客飯廳經由呢個露台咧，就可以入到去第二間睡房啦。呢個房間咧同樣有配置大窗，而且仲要係兩個大窗向東南方向嘅，同埋一個有鏡面嘅衣櫃，好適合家人或者係朋友留宿。呢個間隔好市正，好闊落，好光猛。你睇下今日嘅陽光普照嘅一日咧，兩面採光照射入嚟，成間屋成個房間嗰種自然光咧就非常之舒服柔和。而家屋主咧就係佈置咗一個小朋友嘅房間，呢張單人床咧亦都係可以extend 可以拉出嚟咧，下邊嗰格拉出嚟變成雙人床嘅，甚至乎咧你亦都可以擺張大 size 嘅雙人床。呢個可以拉出嚟嘅床咧真係好有用嘅，因為我自己個小朋友都有房間都係擺張咁樣嘅床咧，有時我可以陪佢一齊瞓覺咧，咁亦都可以增加呢個親子關係嘅。同樣都係好簡約風嘅一個設計啦，同埋佈局嘅。咁我哋見到咧向南呢個方向咧，其實就望到出邊嘅有蓋嘅大露台啦，見到綠樹成蔭，非常之舒適嘅，好養眼嘅一個單位嘅。咁向東呢度望出去咧，就係 May Drive 呢條內街啦，好寧靜嚇，亦都係有好多充足嘅泊車位喺街度嘅。頭先亦都講過啦，全屋咧都係用咗實木地板啦，而且係高樓底嘅設計，有差唔多9尺嘅，即係8尺7嘅。而家咧由第二間睡房出返嚟咧，就可以就見到呢一個大廳啦、廚房啦同埋飯廳嘅位置嘅。咁而家不如我哋帶大家咧就去睇一睇呢一個有蓋嘅大露台。露台向東南方位，簡單打理咧就可以保持呢個清爽同埋乾淨，係一個好理想嘅戶外空間。朝早可以喺晨光底下嘆杯咖啡、嘆杯茶，非常寫意嘅生活。一家大細或者招呼親朋戚友咧嚟呢度 barbecue 咧，都非常之賞心悅目嘅。咁呢度咧個空間大到咧，你可以擺低一啲梳化啦，亦都可以有台有凳咁樣，好舒服嘅。而且咧呢度咧亦都係十分之私隱啦，因為佢呢一個單位咧，佢係零零舍舍咧，雖然佢係1樓128啦，但係佢個台係高咗起身，佢亦都冇話直接去對住街嘅，所以私隱度係極佳。由露台通返入去嘅客廳咧，係有一棟呢個玻璃趟門啦，所以咧變咗佢有3大採光窗可以咧滲入去屋入邊，所以陽光非常之充沛啦。有蓋嘅露台，所以4季都啱用。因為東南邊角單位咧，所以早晚都有享受到陽光。呢個單位咧仲包咗咧2個並排車位，同埋輪椅通道設計，方便又貼心㗎。雖然呢啲單位咧就冇包咗呢一個儲物櫃嘅，但係住戶咧可以聯絡管理處咧申請先到先得嘅儲物空間。由陽光到空間，由Bosch廚房電器到冷暖氣熱泵，128單位唔單止係一個物業，佢係一種生活嘅方式。我哋個單位僅叫價係87萬5，而 BC 估價高達93萬5，呢個絕對係列治文罕有嘅靚盤，而且係首次推出市場。呢一個單位呢，唔單止係東南邊角單位，仲有超過1000尺嘅實用面積。成個屋苑呢係得3個咁嘅格局，佢係其中之一，係買少見少噶啦，機會唔等人，唔好錯過啦！快啲預約 Cindy 嚟睇樓啦！如果你中意我呢條片嘅話呢，記得 like、share 同埋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又或者即刻聯絡我預約睇樓啦！尋覓理想家，揾樓揾家家，快出 Dream Home Build Your Future。而家咧就帶大家咧嚟睇下呢一個屋苑最吸引嘅地方咧，就係佢嘅平台花園啦。呢個平台花園咧就位於1樓嘅，向西北同埋向西南嘅方向。呢個陽光好充足嘅，空氣都會好流通嘅，感覺咧就好舒服啦。花園入邊咧有大片嘅草地啦，仲有兒童遊樂場，小朋友可以喺呢度安全咁玩樂啦。
家長都可以喺呢度旁邊咧休息同埋放鬆嘅。最特別嘅就係咧呢個花園可以直接咧通往去會所啦、amenity room 啦、開會啊或者係搞活動都非常之方便嘅。咁而呢個平台花園咧唔單止係戶外空間啦，更加係你生活嘅延伸。無論咧係家庭聚會咧定係自己放鬆都非常適合嘅。而咧我哋咧由128呢個單位出嚟咧轉咗咧就經過一個單位咧就可以通往呢一個1樓嘅平台花園嘅西南出口啦。非常之方便嘅呢個出口咧，除咗可以通往去花園啦，仲可以通往去 McKim Way 啦，同埋 May Drive 嘅，即係需要行幾級樓梯咧就可以出到去嘅，出入真係好方便。沿住呢個 May Drive 行一陣咧，大概咧8至10分鐘咧就可以步行到去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Walmart， 而揸車咧只係需要2分鐘嘅啫。無論咧係買日常用品啊，定係生活所需咧，都好便利、好便捷嘅。咁呢個設計咧，真係將生活、交通、社區嘅配套咧完美結合。住喺呢度咧，真係好方便噶。歡迎大家嚟到位於列治文核心地段嘅 West Cambie 社區嘅 Spark 公寓。呢度所在嘅地理位置優越，交通便利，生活配套齊全，係一個非常合適家庭同埋專業人士居住嘅理想地段。生活機能非常完善，無論係購物、交通、學校定係休閒設施都應有盡有。Spark 屋苑位於4033 May Drive， 鄰近 Garden City Road 同埋 Cambie Road， 距離列治文市中心只係幾分鐘車程，生活便利度非常高。交通方面，屋苑附近有多條主要幹道，揸車去溫哥華或者係機場都好方便，搭巴士都好容易，2分鐘步行至最近嘅巴士站，就喺屋苑以北嘅 Cambie 街上，距離 Canada Line 天車站只係需要幾分鐘嘅車程，輕鬆直達溫哥華市中心同埋機場。最近嘅天車站咧，包括 Arbutin Centre、Lansdowne Mall， 周邊有多個大型嘅商場，包括 Walmart at Central at Garden City、Costco、Lansdowne Centre、Arbutin Centre， 揸車就可以快速連接91同埋99高速公路，前往本拿比、素里或者係列治文其他地區都非常方便。其他華人超市包括中國糧油、大統華 TNT、豐泰等等。West Cambie 匯聚咗唔同類型嘅餐廳，包括中菜、韓國菜、日本料理、西餐同埋 cafe。附近嘅 Union Square、Continental Plaza 同埋 Central at Garden City 都係食客嘅熱點，而中意戶外活動嘅朋友一定會中意呢度。附近有 Alexandra 公園、Tomset 公園同埋 Garden City Lands 都好適合散步、跑步或者係一家大細去放鬆嘅地方。學區方面 ，Spark 所屬嘅校網咧，包括咧 Tomset Elementary School， 而中學咧就係 McNeil Secondary School， 鄰近仲有 R.C. Palmer Secondary School、Henry Anderson Elementary School， 教學資源咧非常之豐富嘅，適合各年齡層嘅家庭。而 KPU 咧亦都係距離咧屋苑咧只係10分鐘嘅車程。KPU 對面咧就已經係咧 Lansdowne Mall 啦。個身後咧就係 Walmart 嘅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咁而家咧我身處呢一個咧就係呢條就係 May Drive 啦。呢條 May Drive 咧就喺呢一個呢個 Elder Bridge 啦，我哋身後就 Elder Bridge 啦，向南面嗰邊係 Elder Bridge 啦。咁啊呢條係 May Drive 啦，沿住呢條 May Drive 咧一路咧就行到去 Cambie 嗰邊咧，就係我哋呢個今日我嘅獨家盤，我所介紹嘅獨家盤啦。咁啊呢度咧就非常之方便啦。你見到咧沿住 Elder Bridge 咧一路去咧，其實咧就會係呢一個 Lansdowne Mall 啦。Cambie 咧一路沿住 Cambie 咧去到咧就會係呢個 Arbutin Centre 啊，同埋其他各大例如 Continental 啊、Yoham 啊嗰邊嗰個商場啦。咁我哋身後咧就係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啦。咁呢度咧就有 Walmart 啦，有各大嘅例如 Marshall 啊，有好多林林種種嘅一啲食肆啦，例如Happy Day 啊，喜相逢啊，有 Nando 雞啊，各式各樣嘅。咁啊坐車咧喺呢度咧有巴士線啦，喺喺 Cambie 街亦都有410嘅巴士線，一路去到Burnaby 嘅Second Street 啦嚇，廿二街同埋咧去到呢一個Richmond Centre 嘅。咁我哋事不宜遲如果你哋喺呢度有諗住揾到一個由交通又方便啦，如果你想揾交通又方便嘅一個樓盤咧，咁呢個就啱晒你啦。你係咪揾緊列治文罕有靚盤 ？Unit 1284033 May Drive 首次上市
唔好錯過啦 ！Spark 公寓位於列治文，舉世矚目嘅 West Canby 社區，核心地段可步行至 Alexandra 公園、阿巴丁天車站、TNT、Walmart，生活機能超方便。呢個單位有2房2廁加大書房，實用面積1015尺，書房夠大可以做第3間房，空間感十足，採光極佳。東南邊角單位 Unit 128係全屋苑3間罕有嘅格局之一。主人房有衣帽間同埋套廁，向東特大採光窗，浴室企缸設計，配置鏡面藥櫃。第2間房同書房都好實用，啱晒家庭或者係居家工作。書房夠大可以做第3間睡房或者書房客房都得。客廁就採用浴缸設計，同樣配置鏡面藥櫃。全屋鋪設實木地板，高樓底，設計開揚，光猛舒適。廚房配備 Bosch 入嵌式電器，包括5頭明火煮食爐、焗爐、雪櫃、洗碗碟機、Panasonic 微波爐，仲有 Bomber 洗衣乾衣機，配埋呢個淺色現代櫥櫃，型格又實用，仲有冷暖空調系統。最正係個有蓋大露台，落雨都可以喺戶外享受生活。屋苑配置2台電梯同埋樓梯出入，輪椅通道設計方便所有人士，仲有2個並排車位。BC 估價係93萬5，而家叫價係87萬5。同類型嘅單位只係喺2022年有成交過，咁罕有嘅機會實屬難得，唔好錯過啦！記得 like share 或者即刻聯絡我預約睇樓啦。尋覓理想家，揾樓揾家家，Find your dream home，build your future。